防疫期间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你有同学，你上我的课敢拄久哦？来，这几字你可以写下来，会晓无？伫番山顶管写适当的探数。2,000 years later。老师，我写了。遐紧哦，你直接念动我听就好。第一题，干，原来我甲钱袋啊下伫迄领衫的落袋里，无管我找几包拢找无。第二题，干，你毋是我细汉的佚佗伴吗？我拢要认袂出来啊。第三题，干，原来咱拄好看着迄个指示牌，一个提醒咱注意，可能有一个头水山顶落来。第四题，干，你哪会这里换这来？阮等你几步。第五题，干，恁这个家族毋通伤创伤，等一下我就甲恁拢总消灭。第六题，干，遮内有一台旧臭臭的脚踏车，敢会是住伫咱隔壁迄个阿公的？第七题，干，今仔日搁坐无着校车，要安怎？第八题，干，这个囡仔做喊恁金果水，你才看，伊伫咧对咱笑呢。先生，你要入来进前，爱先伫门口扫 QR code 实名制登记哦。我手机啊都歹去，是要安怎扫？手机啊歹去，就去修理手机啊，所以我要入来修理手机啊。先扫 QR code 啦。六个，你是对无爽快呢？我看你面色青顺顺的。唉，透早迄个过期惊，下晡迄个疫情惊。暗时迄个带电的囝，唉，这款日子极歹过，想要去跳河，阁无水打哭哭啦。失去对生命的敬畏，就生出了天灾人祸。真诚敬畏，觉性做主，天下苍生回到本位，就会用伊安心立命。遐原本无做，就亲像活袂落的代志，即马变成可有可无。忽然间，真侪聚会拢取消啊，敢若你嘛无啥物损失啊。忽然间，你真侪所在拢无法度去，但是心灵永远自由自在。忽然间，你减去真侪美食餐厅拍卡，所发现永远会用你食甲真满足。忽然间，你应该会发现，你有机会无滴喙啊，大力甲喘气，这拢是天公伯啊赐予你的礼物。忽然间，健保卡无去，比你信用卡无去搁较紧张。忽然间，你看电视无咧追剧啊，你干那想要逐天固定时间收看时钟剧。原来人最后终极一生要面对的，拢是内在的心灵。一场疫情，就是要爱，互你量早认清这款的事实。你伫平常时啊，用尽心思，24小时拢咧急头壳，咧应付的这个代志，最后将有一天，也是要回归面对你真实的迄颗心。提早真正的防疫哦，该做的活项也是爱做，真正的还阁有一道上重要的防疫，其实就是伫遮。你愈无清楚，愈无办法认清。才会发现你的惊吓会愈来愈大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这影片，请分享一个，顺刷订阅看。有 camera 没把按起来听，准时好播影片，刷。注意啊，理解观察，相信科学的人，唔相信科学的人，无了解科学的人，贪图方便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。領域展開。